清水灣半島以東哈山篤嘅海岸邊，我心心念念嘅老文檔就喺嗰度。喺坑口搭16號小巴嚟到大廟，喺清水灣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大門右邊往天后廟方向行落水門汀斜坡。首先嚟到7、8歲嘅大廟灣黑石，佢係香港現存最早有幾年嘅石刻，108個字記載住香港與大陸文明嘅血脈相連。行落階梯就係佛堂門天后廟，佢建於1266年，係廣東沿岸最古老嘅天后廟，亦係海上絲路嘅親歷者與見證者。天后廟前面就係廣闊嘅大廟灣海面，嗰個長身入海好似個碼頭嘅就係大廟灣潮汐站。去老文檔要求潮汐位要低於0.6米，而天文台嘅數據就嚟自呢個監測站。行到海橋盡頭，右邊亦可見到我哋今日要去嘅第一站鷹嘴石。右手邊行落聯石海岸，呢條係短程初級裙邊路線，但都要同群友們講清楚裙邊嘅安全事項。沿住貴石輪上嘅海岸線向鷹嘴石進發啦。此時嘅大廟灣展開咗一片清豔嘅藍色，平靜而深情咁注視住我哋，緩慢而專注的攀岩而行。呢段路係對身體與意志嘅考驗，手上要小心碎石可能剝落，而腳下都要小心沾濕嘅岩石可能會跣腳。前面鷹嘴石高掛於岩壁之上，似一座孤傲嘅守護神，亦注視住我哋嘅努力奮進。40分鐘嚟到鷹嘴下，億萬年嘅風化水石雕刻出雄壯而生動嘅鷹嘴奇石，而我哋都用40分鐘嘅汗水雕刻出堅強嘅本性，去抵禦今後漫長歲月嘅無情衝刷。用咗半個鐘沿路返回，沿住大澳門路向布袋澳方向行。布袋澳入邊水位已退，天文台預報今日3點38分潮汐會到最低嘅0.35米。冒雨前行到 EA0836 燈柱，左邊野徑行落去，山路陡峭難行，好在有繩索輔助。落到哈山篤，行過退潮後嘅亂石灘，岸石俾海水長年沖刷出圓滑表面，一定要小心而行。150米就嚟到老文檔，出面睇落平平無奇一個海蝕洞，但行入深處向出面望，即刻出現咗眼前震撼嘅一幕。洞壁俾凝成肌肉嘅紋路，陽光由狹窄嘅洞口射入，照落石壁流紋，搖出迷人嘅光澤。此時真切感受到條條肌肉好似都震動緊，鮮活到令人感動。呢啲係海潮同碳酸岩層互動嘅傑作。老文檔嘅美在於佢嘅動態，潮起潮落間，波光明滅，老文此起彼伏，記載住無數個月升海落嘅故事。而我喺呢個光亮嘅洞口顧盼流連，好似穿越咗時空，迷失喺岩層億萬年嘅生命律動中。行出老文檔，着上防水鞋套，前面要涉水去火星洞。火星洞嘅獨特，要踎低去睇低層嘅沖積岩，先至會有所發現。但我喺火星洞出面呢片俾海水泡住嘅火星石灘上揾到樂趣，着住鞋套踏水攝石，好似揾到細個嗰種最單純嘅快樂。趕海嘅婆婆面上嗰種純粹而由衷嘅笑容，都令我非常感動。人類不停探索火星，尋找第二家園，但或許真正的家園早已喺我哋腳下。行出哈山篤，攀繩上大澳門路，坐16號小巴返到坑口，徒步行過呢段旅程，如鷹嘴石般堅定，如老文檔般深邃，如火星灘般快樂。我哋唔單止尋找過去，更書寫緊未來。